歡迎翻嚟溫馨全萬家。咁依家坐喺我身邊呢一位嘉賓咧，相信觀眾朋友咧已經好熟悉啦。佢就係我哋粵語週末新聞主播，同埋佢亦都係我哋粵語新聞嘅記者梁慧莎。咁 Hallis 咧，大家都知道佢係記者啦，但係大家就可能唔知道咧，佢曾經咧就罹患心臟病嘅。Hello Hallis，Mina 你好，觀眾大家好。咁咧就我想問下，你當其時你係點發現自己有呢一個心瘤病嘅咧？其實從小到大我係比較容易頭暈同埋喘氣嘅，咁但係小時候家中長輩就覺得我只係血氣不足，咁我自己都以為係，咁直至15年前啦，我大家姐就過咗身，咁當時佢只係27歲，咁佢係喺返工期間啦，開會嘅時候突然間暈倒，咁之後送去醫院就證實死亡，咁驗屍報告就指佢心瓣反轉，令到啲血液唔可以輸送上腦，所以佢係死亡。咁事後隔咗2年我去睇醫生。咁就要求醫生幫我做一個心臟嘅檢查。咁當時醫生都話我哋咁年輕唔會嘅，咁但係我堅持啦，因為有咁嘅家族歷史，同埋我成日唔舒服，咁所以就想求證一下。咁結果就發現原來我有心瘤，咁但係當時係屬於輕微啦，未需要做手術。咁直至過去呢3-5年就開始情況越嚟越差，嗰個頭暈喘氣嘅程度即係增加咗多咗啦。咁令到普通行路啊，好容易都唔舒服，咁所以就要考慮做手術咯。咁但係當時都有猶豫。咁2年前醫生問我想唔想做手術嘅時候，其實我第一個反應係唔想做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我情願行路行慢啲，咁咪減少嗰個喘氣嘅情況。咁但係後期我發覺，即使我唔喐坐喺度，心跳都係好唔規則、好唔正常。咁我就諗到既然如果擔心有一日突然間暈倒、突然間死亡，不如我自己揀一個時間入去醫院，就算真係有啲咩事，都係我自己揀嘅時間。咁你係幾時做手術嘅咧？我係喺今年3月6號做咗呢個手術嘅。所以即係都係做咗冇幾耐嘅咁。係咯，都係1年之內啦。而家仲係康復期間。咁當時醫生話要做手術啦，你掙扎咗幾耐咧？我諗我最少拖咗3幾個月，我先決定做嘅。因為如果可以避免唔做，就盡量想唔做。因為其一，大家姐嘅離世對屋企嚟講都係個打擊。咁如果我再去冇生命危險去做手術，咁對家人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咯。即係佢哋情願我有啲病咁活着，即係好過冒險又走多一個咯。咁你做完手術之後，依家係咪覺得好咗好多咧？因為係做完嗰陣時可能仲痛苦啲。如果做完頭24個小時，梗係痛苦咯，即係喺深切治療部分喺手術床嘅時候係好辛苦，因為全身都插晒喉，包括手啊、腳啊、面啊，全身都係喉。咁而且醒咗之後，其實係唔可以講嘢嘅，因為啲喉就係插住你喉嚨度。咁醫生亦都綁住你手腳，因為驚你掹到自己啲喉。咁嗰段時間其實係好辛苦，因為你瞓喺手術床成24個鐘頭係好長時間，即係好似大家搭長途機咁，都會定期起身喐動下手腳咯。但係嗰陣時間你根本完全冇呢個能力，亦都唔可以飲水，唔可以食嘢，所以嗰段時間係最痛苦。即係24小時唔可以食嘢。喺先手術前大概係12個鐘頭唔可以食嘢，唔可以飲水啦。咁之後手術之後都差唔多24個鐘頭都唔可以飲水，唔可以食嘢。最初就係護士俾我含啲冰咁樣咯。因為佢話飲得太多水，其實你自己仲辛苦。咁呢個都係事實咯。咁後期差唔多到24個鐘頭就開始可以食啲簡單啲嘅嘢咯。即係你成個過程當中，你一路瞓喺度，亦都咁，你有冇覺得好肚餓咧？當其時冇，覺得好口乾喎，其實。咁當其時你有冇後悔咧？即係做咗呢個手術咁樣。咁啊冇，我覺得做完之後其實冇我想象中咁恐怖。因為做之前，尤其是佢話會喺深切治療部留1晚，咁深切治療部可能大家即係腦裏邊嘅畫面會係好多儀器啦，會插晒好多喉啦，咁呢個都係事實，但係並唔係想象中咁恐怖咯。而且佢放你喺深切治療部，其實想觀察，因為手術後頭1日其實係最緊要嘅，即係最有機會有變化。咁呢段時間佢只係想即係令到佢哋放心，你自己又放心，咁唔係想象中咁即係咁難捱、咁難過。咁你依家可唔可以跑步啊？即係做啲劇烈運動啊咁嘅樣咧？醫生就鼓勵我做一啲運動，但係我暫時我覺得我未可以做得到，因為我就算普通行上行落，我都仍然有頭暈啊、喘氣。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就算你暈，你都應該繼續試。但係對我嚟講，如果我行完又唔舒服，咁我又唔想咁樣咯。咁醫生有冇話要幾耐之後先至會恢復正常，即係可以真係做運動啊，即係咁樣咯嚇？醫生就同我講過就話，雖然我做咗手術，但係其實我身體其他內臟都係一樣，所以唔好期望我會突然間變咗另一個人，或者突然間
精力充沛。咁佢哋都係話需要時間去鍛鍊啦、康復，同埋要整個生活習慣嘅改變，先至有機會可以慢慢調理翻到一個正常人。你話生活習慣改變係改變啲咩咧？即係例如佢話佢會問到我例如你瞓覺係咪一直瞓8個鐘，還是中間成日醒㗎？咁我話係㗎，我成日醒㗎，我又好容易瞓唔着㗎。咁醫生就話如果呢一方面可以改善到，咁可能對身體會有幫助咯。咁樣。咁你依家咧就即係你依家譬如話隔咗咁耐啦，即係差唔多都9個月啦。咁你依家即係覺得如何咧？即係成個狀況如何咧？我覺得最大嘅改善咧，就係我以前瞓到半夜，經常咧唞唔到氣會醒嘅，即係心口覺得好翳啊，好似唞氣嘅時候有啲棘住咁樣。咁手術之後呢個情況只係發生過1、2次，大部分時間都冇事。咁呢個我覺得係最大嘅改善，因為如果瞓到半夜經常醒3、2個鐘頭瞓唔到，咁擾攘一輪之後再瞓翻咧，第二朝起身翻工都會好攰冇精神咁。咁你咧就都算好勇敢啦，即係面對你個問題啦，同埋做手術同埋做檢查，就好似頭先郭醫生有講嘅，記得做體檢呢個非常重要。咁請問你有咩溫馨小提示俾我哋觀眾朋友咧？我覺得病患者嘅家人同朋友可以俾多啲關心咯。好似我咁嘅情況啦，其實以我嘅年紀同埋手術出事嘅機會率咧，就係應該好安全，唔需要擔心嘅。咁但係呢個純粹係一個客觀嘅分析啦。咁但係一個病人喺手術前需要嘅唔係一個理性嘅分析，而係真心真意嘅關心、遷就同體諒咯。即係你唔好話你唔使擔心嘅，或者你嘅擔心係即係冇理據，即係唔擔心就假咯，係咪？係啊，因為嗰一刻數據對我嚟講係冇意思嘅。多謝晒 Alice。咁正如 Alice 所話咧，如果身邊有朋友有心臟病啊或者其他疾病嘅話咧，至緊要咧就俾佢哋足夠嘅關心。咁我哋依家咧就進入另一段廣告之後咧，我哋繼續探討呢個心臟疾病。